多些啊，亚条书的就差不多几多些，没有可能你爱喊啊路，因为爱喊世界哈记就睇啊的，不所以啊都会讲係奶奶书的阿公阿婆，真係动态写诗的。安尼，哦。古说你哋行世界會變埋，看乜嘢啲蝦叫？对，啊，啲蝦叫會做乜用誒？就算你摇笨啊，做的不会转啊。好虚无缥缈的比赛哦！俺老豆有糖嘅呀，有買。那是有糖果好吃。也係俺頭擺嘅溜家誒，你看頭擺行世界下冇買好搞，就擺你啾，雖然當危險，唔過擺你100分。開嘅呀下都空空嘅，已經係有變過嘅。一般都話全部頭擺都會變，嗌了阿太嘅東西呀，也係講可能一般都頭擺就變三夫呀就，然後。也唔係亞健嘅，也係啲頭髮流動嘅，牙公健康嘅。有看到也按到，全部都係頭髮嘅煙嘅。然後也係啲頭髮做搭咗包架下，因為人下件顏色唔會是肉眼嘅，佢就叫留件顏做款嚟嘅。行世界下，喺講上一些竹筍，你看下後背全部都做得熱。都來去不改竹筍，哎呀，當然還有種動到嘅芭蕾樹啊、木瓜樹啊，上一什麼果子出來鴉片，自家摘自家摘，也全部都冇嘅。也蝴蝶樹咩當露天嘅，你看審美車體咧。門前經常有規列嘅大太風花、大碗花，也下全部都殘嘅，喺我做南美殘嘅，也見冇嘅咩會殘嘅，馬家都冇嘅。唔正因為想講發展到賺錢要按重要係嘅情感先咯，希望每3年做到嘅真相。生活當中嘅條人事物，好好同佢哋講什麼，講在飛，講排泄。最近當今差一件老母嘅，樣樣都一下，做啲事客家也紅班咩意思要見，按住先。